今日整呢個黃豆醬炆茄子。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茄子喺街市買返嚟之後，用水清洗乾淨之後，用刀切開一段段。茄子已經切好啦，咁我哋將佢放落個碟度，用大火蒸10分鐘。已經過咗10分鐘啦，咁我哋就拎起啲茄子，落油爆香啲薑片同埋蒜片，跟住放埋啲茄子落去一齊炒。炒佢一陣，跟住我哋就落2茶匙嘅黃豆醬，加少少水，將黃豆醬同埋茄子撈勻。撈勻咗一陣啦，啲茄子已經黐滿晒黃豆醬啦。咁樣我哋就落1茶匙嘅糖，將佢攪勻，咁樣就冚蓋，將佢焗一陣，大約過咗2-3分鐘啦，啲茄子已經焗熟咗啦。咁我哋炒一陣，跟住就可以將佢上碟啦。咁樣我哋將啲茄子排好，加埋啲黃豆醬汁落去，咁樣就完成呢個黃豆醬炆茄子啦。睇完片之後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睇完片之後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